好多叔伯姨嬸活到50、60歲，心裏都有個疑惑，自己一世做人老實，心地善良，事事為人着想，處處忍讓遷就，從來唔想得罪人，唔想虧欠任何人，辛辛苦苦顧家庭、顧親友、顧所有人嘅感受，明明冇做過壞事，冇虧過人心，偏偏一世活得最攰、最委屈、最受氣，到最後冇人疼冇人識，仲成日被人消耗、被人拿捏、被人當成理所當然。反而身邊有啲睇落有啲自私嘅人，唔中意就拒絕，唔舒服就講出，唔委屈自己，唔討好任何人，做人有底線，做事有分寸，從唔隨便透支自己，從唔盲目善良。呢啲人唔係幾好心，但日日活得舒心自在，睡得安穩，心情舒暢，家庭順遂，是非極少，晚年仲越活越有福氣。好多人睇到呢種反差就會心有不甘，話世道不公，人心太薄。今日我同各位老街坊講一句大實話，句句扎心，句句真實，睇完你就會徹底醒悟。人過半生，你活得累，過得必屈，諸事不順，從來都唔係你唔夠善良，唔係你唔夠體諒，而係你太懂事，太顧及人，太冇自我，太唔識得自私。我哋傳統教養從細就教我哋做人要大方，要忍讓，要體諒，要多為人着想，唔好自私自利。大半世人，我哋都死死守住呢個準則，做人寧願自己食虧，自己受委屈，自己難受，都唔願意令身邊人唔開心。但活到中年先至徹底睇透，人世間最毒嘅陷阱就係中年人過度嘅善良，冇底線嘅懂事，無條件嘅遷就。今日我同大家慢慢傾，慢慢拆解，用我幾十年睇盡人情冷暖、街坊百態嘅真實經歷，話俾大家知，人過40，踏進半生，學會適度自私，真嘅唔係變壞，唔係冷血，唔係忘本，而係成年人最清醒、最頂級、最保命嘅自我保護。呢種自私係救自己，係識自己，係成全自己。越早識得，後半生越有福，越輕鬆，越順遂。我先同大家講一個我身邊最真實、最唏噓嘅阿姨個案。聽完呢個故事，好多一直委屈自己嘅老街坊一定會瞬間通透，感同身受。我隔條街有個李姨，今年58歲，做人真係無得彈，係街坊人人都認可嘅老好人。年輕嘅時候為咗養家，日日起早貪黑，任勞任怨，對老公體諒入微，對仔女傾盡所有，對老人孝順周到，對親戚朋友大方熱情。李姨大半世人嘅做人宗旨就係凡事忍下就過，做人大方就好，寧可我蝕底，莫讓人虧損。屋企所有家務全包攬，從唔叫老公幫手，仔女讀書湊大，從唔抱怨辛苦，親戚朋友開口求助，從唔拒絕。就算身邊人講嘢傷到佢，做事虧待佢，佢都會自我安慰，話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忍一時風平浪靜。可以咁講，前半生嘅李姨從來冇為自己活過一日，一世都係為家人活，為親友活，為人情活，為面子活。唯獨就係唔為自己着想，身體唔舒服，驚使錢，驚麻煩人，硬撐死頂，心裏好委屈，驚爭吵，驚傷感情，閉口不談。人哋過分索取，無理要求，佢怕人哋唔開心，怕被人話小氣，次次都應承，次次都遷就。一開始身邊人都讚佢心地好，性格好，最懂事，但日子耐咗，所有人都習慣咗佢嘅付出，習慣咗佢嘅忍讓，習慣咗佢嘅大方，大家慢慢覺得李姨嘅付出係理所當然，佢嘅忍讓係應該嘅，佢嘅善良係免費嘅。老公覺得屋企瑣事本來就係佢做，從唔體諒佢辛勞，稍有做得唔好仲會埋怨挑剔。仔女覺得老媽永遠無條件包容，任意耍脾氣，任意任性，從唔會體諒母親嘅難處。親戚朋友次次有困難就求佢幫手，幫到就多謝，幫唔到就即刻反面講閒話，抹黑佢。就咁樣，李姨日日忍，日日讓，日日消耗自己，將所有嘅溫柔、所有嘅善良、所有嘅體諒
都俾晒人哋，剩低委屈、疲憊、壓力、心酸，全部留俾自己，日積月累，心入面嘅鬱結越積越多，身體亦都越來越差。前年開始，李姨長期失眠，胸悶氣滯，脾胃虛弱，情緒極度低落，成個人憔悴不堪，老態盡顯，最後直接抑鬱，身體亮紅燈，要長期休養，食藥調理。住院嘅時候，李姨先至徹底醒悟，同我講咗一句超扎心嘅話：我一世做人唔爭不搶，唔嘈鬧，唔計較，處處為人着想，以為善良可以換善良，真心可以換珍惜，到最後先至發覺，原來人世間最蠢嘅事就係中年人太過懂事，太過唔自私。你越係冇底線讓步，人哋就越係得寸進尺；你越係委屈自己，越係冇人當你一回事。呢個故事真嘅講透咗大半中年人嘅困境。好多人活到半生，活得唔開心，身體差，運勢滯，是非多。根本原因從來唔係命唔好，而係你太過老實，太過懂事，太過唔識自私。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個核心真相：年輕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天真，可以大方，可以無條件付出，因為年輕人精力旺盛，恢復力強，未來有無限可能。受咗委屈，食咗虧，仲有時間補返，仲有機會翻身。但人過半生，踏入中年，步入晚年，一切都唔一樣。我哋嘅精力有限，身體逐年退化，福氣越嚟越薄，時間越嚟越貴重。呢個時候，你仲一味盲目善良、無底線忍讓，一味消耗自己，根本就唔係修身積德，而係自我折福、自我消耗、自我摧殘。好多人聽到自私兩個字，第一時間就覺得係貶義詞，覺得自私就係人品差、唔善良、不近人情、損人利己。今日我同大家講清楚，中年人嘅適度自私同壞人品完全冇關係。呢種自私唔係害人，唔係算計人，唔係小氣刻薄，唔係冷漠無情。真正嘅中年自私係學識拒絕，學識愛自己，學識守住底線，學識遠離內耗，學識唔再委屈自己，唔再盲目討好任何人。以前我哋做人最怕人哋唔開心，最怕人哋講閒話，最怕得罪人，最怕人情過唔去。所以人哋開口求助，就算自己唔方便，就算自己好為難，都會硬住頭皮應承。人哋講幾句好聽説話，幾句軟話，就心軟妥協，任由人哋拿捏。身邊人有情緒有矛盾，就第一時間檢討自己，遷就他人。而家我哋過咗半生，經歷過人情冷暖，看透咗人性善惡，真係要學識變自私一點，唔好再將所有人嘅情緒、所有人嘅難處、所有人嘅感受，全部攞來自己承擔。你要明白一個道理，你嘅人生、你嘅身體、你嘅心情、你嘅福氣，先係你自己最寶貴嘅財富。其他所有人都只係過客。我身邊仲有個張叔，今年60幾歲，前半生同李姨一樣，都係出咗名嘅老好人，對兄弟姊妹盡心盡力，對朋友有求必應，對鄰居熱心幫襯，一世為人謙和，從唔計較得失。但換返來嘅結果係乜嘢？身邊人習慣咗佢嘅付出，一旦有一次幫唔到，有一次拒絕，就即刻反目講閒話，造謠詆毀。幾十年熱心待人，最後換來一身傷，滿心寒，仲攞到一身是非。50歲之後，張叔徹底醒覺，慢慢學識咗自私，唔再隨便幫人，唔再討好任何人，唔再委屈自己，唔再理閒人閒事。人哋過分要求佢直接婉拒，人哋無理取鬧佢直接遠離，身邊無謂嘅人情應酬佢直接推開，人哋嘅情緒內耗佢從唔參與。一開始身邊好多人話張叔變咗，變得冷漠，變得自私，變得唔講人情。面對閒言閒語，張叔從唔理會，從唔辯解，因為佢心裏好清楚自己前半生太過大方，太過懂事，先至活得咁累咁委屈。而家呢種自私先係保護自己最好嘅盔甲。短短幾年時間，大家都見證咗張叔嘅變化，遠離咗無謂人情，擺脫咗無底線，付出之後
張叔嘅心情日日舒暢，睡眠變好，身體越來越硬朗，屋企是非少咗，煩惱少咗，內耗少咗，運勢越來越順，福氣越來越厚。以前日日為人操心，為人奔波，滿心疲憊，而家日日為自己活，為健康活，為舒心活，輕輕鬆鬆，自在安穩。呢個就係最真實嘅人生對比。太過善良，太過懂事，太過體諒人，從來都唔係優點，反而係中年人最大嘅軟肋、最大嘅短板、最大嘅禍根。你唔自私就會被人隨便消耗，你唔利己就會被人肆意拿捏，你唔愛自己就冇人會真心識你、真心疼你。人過半生一定要識得第一種自私，學識拒絕，唔好再做有求必應嘅老好人。我哋大半世人最容易犯嘅錯就係心太軟，面皮太薄，太怕傷人情。無論係親戚、朋友、鄰居、熟人，只要對方開口，哪怕自己手上好多事，哪怕自己好辛勞，哪怕自己要蝕底，都會硬撐應承。但現實狠狠教訓我哋，人情呢樣嘢真嘅最唔經得起消耗。你次次幫人，人哋只會一時感激。你一次唔幫，所有舊日情分全部清零。你越係有求必應，人哋就越係覺得你嘅幫助廉價理所當然。你越係隨便付出，人哋就越係唔懂得珍惜，唔懂得感恩。好多老街坊日日被人情瑣事纏身，幫人跑腿，幫人墊錢，幫人處理麻煩，幫人承擔責任，自己嘅時間、自己嘅精力、自己嘅金錢、自己嘅心神，全部耗喺人哋身上，自己嘅生活一團亂，自己嘅身體越來越差，到最後仲落唔到半句好話，真係極度唔值。中年之後一定要收起你嘅無底線，善良，唔好再怕得罪人，唔好再怕人哋講閒話，唔好再怕人情尷尬。你要記住，人生下半場，你嘅時間最貴，你嘅精力最珍貴，你嘅心情最值得呵護。對方唔講道理，過分索取嘅要求，直接拒絕，超出你能力，需要你大量透支嘅幫忙，直接推開，消耗你情緒，拖累你生活嘅人情往來，直接遠離。呢種拒絕唔係冷血，係自保。呢種自私唔係壞，係清醒。你敢於拒絕，先會有人尊重你；你敢於設立底線，先會有人敬畏你；你敢於自私一點，先可以守住自己嘅清靜，守住自己嘅福氣。人過半生一定要識得第二種自私，學識偏心自己，唔好再一味委屈自己成全人。好多叔伯姨嬸一輩子都係成全型人格，年輕嘅時候成全老公，成全家庭，生咗仔女之後成全仔女，成全晚輩，面對親友成全人情，成全體面，一世都在成全別人，唯獨從來唔成全自己，唔善待自己。食嘅方面永遠將最好嘅留俾家人，留俾晚輩，自己食淨穩，食普通，食最平。啜嘅方面永遠捨得俾仔女，俾老伴買新衫，買好嘢，自己年年舊衫，將就過日。使錢方面對人大方闊綽，毫不吝嗇，對自己極度苛刻，處處節省。時間方面日日為家人奔波，為人情忙碌，從來唔留時間休息，唔留時間享受生活。好多人覺得呢種係賢惠，係善良，係顧家，其實呢種係最傻嘅自我消耗。你以為你嘅委屈可以換來家人體諒，換來親情溫暖，實際上你長期委屈自己，只會令身邊人習慣你嘅付出，輕視你嘅辛勞，忽略你嘅感受。屋企入面最唔懂得善待自己嘅人，往往就係最辛苦、最受氣、最冇人識嘅人。你一世為人犧牲，一世忍讓成全，到最後可能仲會被人嫌棄、被人挑剔、被人覺得你做得唔夠好。人到中年真係要學識偏心自己，自私一點，該食嘅要食，該住嘅要住，該享受嘅要享受，該休息嘅要休息。辛苦大半輩子，你已經盡咗做仔女、做父母、做伴侶嘅所有責任，
你已經問心無愧，餘下嘅日子唔需要再一味犧牲，唔需要再一味忍讓，唔需要再一味成全他人，好好善待自己嘅身體，及時體檢，及時調理，唔好挨病，唔好硬撐，好好顧住自己嘅心情，唔好諗太多，唔好糾結太多，唔好為瑣事鬱結，好好留時間俾自己，行下街，打下雀，傾下偈，培養小愛好，過得輕鬆自在。你要明白，你先係自己人生嘅主角，其他人都只係配角。你冇必要為咗配角委屈自己嘅主角。人生人過半生，一定要識得第三種自私，學識遠離內耗，唔好再介入無謂是非，理閒人閒事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中意熱鬧，中意合群，中意同人打交道，中意參與人情是非。人多熱鬧，朋友滿座，人情往來頻繁，就覺得自己風光有人緣。但係活到中年先至看透，人世間大部分嘅人情，大部分嘅社交，大部分嘅是非，都係無用嘅內耗，都係消耗福氣嘅累贅。好多人日日中意紮堆傾閒偈，道人是非，以人長短，攀比生活，糾結得失，表面熱熱鬧鬧，實質滿心算計，互相知道，暗自較勁。你參與得越多，合群得越多，參合得越深，你嘅是非就越多，煩惱就越多，情緒內耗就越重。好多中年人運勢滯，福氣薄，身體差，就係因為太中意湊熱鬧，太中意理閒事，太中意顧人哋嘅生活。真正通透嘅中年人，後半生都會變得自私寡情，唔再隨便合群，唔再隨便參與閒聊，唔再隨便評論他人是非，唔再隨便介入他人家事。人哋過得好與壞，人哋富有與貧窮，人哋爭拗與矛盾，通通都與你無關。唔好理，唔好睇，唔好講，唔好參合，將所有嘅時間、所有嘅精力、所有嘅心神收翻嚟，擺喺自己身上，擺喺自己屋企，擺喺自己健康上面。少管閒事，少聽閒話，少惹是非，少同人糾結。看似變得冷漠自私，實質係遠離咗所有無謂嘅消耗，守住咗自己嘅福氣，穩住咗自己嘅運勢。我見過太多長輩晚年過得舒服自在，無病無痛，福氣滿滿，冇一個係熱心過頭，處處為人，事事慘合嘅老好人。反而大多數都係冷冷清清、安安靜靜、自私自守、唔理閒事嘅通透人。呢個就係老祖宗嘅大智慧：靜能養福，寡能養心，思能自保。太熱心、太合群、太懂事，往往最容易折福，最容易招災。仲有一種最通透嘅中年自私，好多人都唔識得學識優先顧自己嘅健康，唔好再透支身體，成全人情。好多叔伯姨嬸一世人情至上，面子至上，人哋叫幫忙，叫撐場，叫搭手，哪怕自己身體唔舒服，哪怕自己好攰，都會硬頂上，驚人哋唔開心，驚人哋話自己唔夠義氣，驚人情過唔去。但係到咗呢個年紀，大家一定要徹底醒悟，人老咗，過咗半生，健康先係最大嘅本錢，最大嘅福氣，最大嘅財富。你冇咗健康，你再善良、再大方、再熱心，都冇任何意義。你身體垮咗，你顧得晒所有人，唯獨顧唔到自己。以後記住，身體第一，心情第一，自己第一。身體唔舒服就大大方方拒絕人情應酬，心裏唔開心就坦然遠離消耗你嘅人。攰咗就休息，煩咗就放空，唔好硬撐，唔好死頂。呢種自私唔係懶惰，唔係推責任，而係中年人最清醒嘅自保。好多人仲會有顧慮，覺得自己變得自私，唔再討好，唔再熱心，會唔會冇朋友、冇人情，被人孤立？我同大家講句真心話，真正嘅朋友、真心嘅親人，從來唔需要你委屈自己，無底線付出先可以留住。需要你一味討好、一味忍讓、一味消耗自己先可以維繫嘅人情，全部都係虛假人情、消耗型關係，冇咗反而係你嘅福氣。人過半生，真嘅唔需要太多熱鬧，唔需要太多朋友，
唔需要太多人情堆砌，身邊有幾個真心親人，有幾個知心老友，有健康嘅身體，有安穩嘅日子，有舒心嘅心情，就已經足夠，就已經係上上福氣。大半世人，我哋一直被教導要善良，要包容，要大方，要體諒。我哋將所有嘅好脾氣，所有嘅溫柔，所有嘅善良，都俾晒外人，俾晒身邊人，偏偏將最壞嘅情緒、最累嘅狀態、最委屈嘅自己留俾自己。而家我哋終於熬到半生過去，責任漸減，日子趨於安穩，真係要學識翻轉人生。從今日開始，適度自私，適度冷漠，適度寡情，唔再為人委屈，唔再為人內耗，唔再為人情面子活，唔再盲目善良，唔再無底線忍讓。我哋要明白，善良一定要帶鋒芒，體諒一定要有底線，大方一定要有分寸。冇底線嘅善良係傻，冇分寸嘅體諒係笨，冇邊界嘅熱心係災。人過半生，學會自私一點，先可以保護自己嘅真心，保護自己嘅身體，保護自己嘅福氣，保護自己嘅餘生。呢種自私唔係損人利己，而係潔身自愛；唔係冷血無情，而係清醒自保；唔係變壞變薄情，而係看透人心之後嘅自我救贖。後半生，願所有老街坊都可以放下執念，放下討好，放下無謂人情內耗，學識自私，學識愛己，學識守心，學識守福，好好善待自己，好好放鬆自己，好好享受生活，唔委屈，唔糾結，唔內耗，唔煩憂，日日舒心自在，事事順遂安穩，越活越通透，越活越輕鬆，越活越有福。